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又我偉雄啦，我哋今日又去百佳睇下有咩特價貨品為大家介紹翻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同我 share 俾你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，多謝各位。而家買清熱涼茶啦，再買一送一嘅，就36蚊一支嘅，買一送一，平均18蚊一支。涼茶有菊花雪梨茶、雞骨草、夏菇草、蘋果雪梨茶，另外解毒潤肺嘅疏肝潤肺嘅夏菇草金銀花羅漢果涼茶，仲有金羅漢果陳皮涼茶，全部做緊36蚊買一送一，平均18蚊一支嘅。平時食得港式點心多啦，都可能試下啲日式嘅啦。咁喺百佳度揾到啲日清叉燒風味腸啦，仲有買一送一嘅，就31件嘅，咁可以買翻去試下。另外一個日清糯米雞啦，都係做緊31件嘅，買一送一嘅，咁我買翻去試試啦。公仔點心新出咗3款啦，仲有金瑤柱糯米雞啊，另外仲有一隻蝦肉燒馬王啊，仲有極品蝦餃王啦，就仲有買一送一啊，平均15蚊一件嘅，優惠期去到7月2號嘅。另外呢隻樂天雪條啦，都仲有買一送一，80蚊一件嘅。呢隻朱古力嘅糯米糍嗰啲，隔離呢隻都係樂天嘅，80蚊一件嘅。仲有另外呢隻綠茶都係80蚊一件嘅，買一送一嘅。純茶者綠茶啦，仲有買3送1嘅，一支8個半。咁分別就有呢幾隻味嘅：烏龍茶、焦茶普洱、玉露綠茶、大紅普茶，全部仲有買3送1嘅，8個半一支。隻淘帶啦，就想買2送1嘅，27蚊一包嘅，有乾炒肉果啦，另外炸啤海鮮炒麵啊，有港式炸醬麵啊，呢啲全部都仲有27蚊一件嘅，買2件送1件嘅。到地都做緊買3送1嘅，8個半一支嘅，咁就有清烏龍茶啦、蘋果綠茶啦、鴨屎檸檬茶啦，仲有蜜蜂綠茶啦，仲有另外嗰隻維他檸檬茶啦，都係做緊8個半買3送1嘅。呢隻日式烏冬啦，就做緊特價買2送1嘅，咁單件有13個半嘅，平均就9蚊一件嘅。有麻辣雞煲醬啦，有鹹菜胡椒豬骨啦，有風味水煮魚醬啦，仲有嗰隻沙爹火鍋醬啦、酸辣魚醬啦，呢啲全部都仲係買1送1嘅，50蚊一包，平均25蚊一件嘅。唔治雪條咧，仲係買1送1，呢隻80蚊嘅一件嘅藍莓味嘅乳酪味雪條。另外隔離呢隻就100蚊嘅士多啤梨嘅朱古力雪條嚟嘅。有另外呢隻明治啊海鹽荔枝雪條嘅80蚊，就買1送1。啱啱喺百佳發現一個非常抵嘅特價產品，就係瑤柱貴妃雞一隻，就26蚊嘅。呢個獅頭嘜純正花生油啦，就3樽裝嘅，有900毫升嘅，就做緊72個9， 3 pack 只限日期3日，26至28。四周百力滋啦，就做緊15個半，2件嘅，
你都可以睇翻我上一條片啦，喺百力依家7蚊嗰條片啦，喺百力只係做到好平嘅，大家可以睇翻啦。而家就有買任何產品啦，加13蚊啦，就可以換到韓福堂嘅甘蔗汁一支1公升嘅，嗰度都要成16個9一支嘅，平咗3個9嘅。康小籠包啦，仲有特價就18蚊嘅。呢隻中國出產嘅西蘭花啦，就仲有13蚊2件咧。有啲印度風味嘅薄餅啦，都可以喺呢度買到嘅。有呢隻香蒜薄餅啦，仲有呢隻黃金薄餅啦，全部都仲有10蚊嘅。如果你有諗過想試個冬瓜盅啦，咁我哋可以自己買個翻去刺嘅，1分2嘅，就仲有10蚊09一個嘅細個，咁可以食一餐啦。想懷舊一下啦，原來都有樽裝可樂賣喎，百佳就10蚊1支嘅。有原味有無糖嘅。呢啲薯條啦，韓國薯條啦，或者另外呢隻啦，都係仲有11個9一件嘅，仲有披薩味嘅11個9一件嘅。下低仲有洋葱圈嗰啲啦，都係11個9嘅。香蕉都係11個9。呢隻都係11個9嚟嘅，全部呢堆都係11個9。另外呢度都仲有一隻仲更加平嘅，就14蚊一 pack 啦。呢隻純正雞蛋嚟嘅，14蚊一 pack 啦，都係仲有特價。睇一啲蛋啦，忽然間發現一個驚喜嘅包裝喎，就冇呢個冇牌子嘅泰國生產新雞蛋啦，就15蚊一 pack 喎，有10隻喎。平時喺街度好似見到有三文魚丸賣，而家就見到呢度有賣。咁呢隻急凍製造嘅三文魚丸啦，就講25蚊一件嘅，原價40蚊啊。睇下波期滿滿地啊，都買啲小食嘅，可以食下呢隻沙丁牛肉粒啦。而家仲有特價啦，60蚊3包嘅。仲有其他味道嘅牛肉粒啦，呢隻啦，就仲有34個9嘅。仲有另外呢隻啦，咖喱牛肉粒啦，就仲有36蚊2件嘅。仲有隔離呢隻啦，齋燒鵝嚟嘅，仲有22蚊2件嘅。就呢啲啦，或者呢隻啦，紅燒魚柳啦，都係22蚊2件。呢隻加之船啦，澳洲牛奶啦，就講25蚊2件嘅，1公升嘅，會有2隻味嘅，一隻全脂，另一隻脫脂嘅，都係講25蚊2支嘅。呢個金妹牌芝士腸啦，仲有特價，有24個半嘅一包。啲壽桃牌淮山麵仲有25蚊一件嘅，一件有12個裝嘅。呢隻街之選啦，就仲有特價，就30蚊2件嘅。淘大仙頭抽啦，有2樽裝嘅，同埋咕嚕肉嗰啲醬啦，就仲有30蚊一件嘅，價錢都幾抵啊！心呢一單包公仔麵啦，就仲有7個半一包嘅，買2送1。另外呢一 pack 嘢啦，就做緊50蚊2件嘅。
隔離呢隻啦，就做緊43個8兩件。另外呢隻啦，就做緊66兩件。呢8罐裝330個 ml 嘅汽水啦，有30蚊一排。呢隻挪威沙文魚啦，仲有90蚊兩件，平均45蚊一件。而家維他豬奶啊、牛奶啊，都全部仲喺特價，40蚊兩支嘅，40蚊兩支嘅。呢隻迷你可樂啊，6罐裝嘅，200個 ml 一罐嘅，做緊兩件45蚊嘅。有埋嗰隻無糖味同埋原味都有嘅，兩隻都係咁嘅價錢。呢隻 Oreo 啦，就有埋個筆袋啊嗰啲餸啦，有兩件裝嘅。咁而家做緊特價，47蚊嘅一件嘅。平時如果自己想煲湯啦，都唔知煲咩湯啦。咁其實百佳都有啲選擇嘅。咁一包煲湯料咧49蚊，49.9嘅。咁就唔使自己煩嘅，咁自己可以睇下煲啲咩啦，有雞腳湯啦、骨湯啦，都係49.9嘅，有紅蘿蔔煲骨湯啊，有粉葛豬骨湯啊，呢啲全部都可以喺呢度買到嘅煲湯，49.9唔貴啊。呢隻韓國嘅啦，3樣啦。香蒜蝦味即食意麵啦，想42.9嘅一件。買任何卡樂 B 零食滿40蚊啦，就有一包啲卡樂 B 送嘅，大概80 gram 嘅。睇波都係買啲啤酒飲喎，而家青島牌做緊特價喎，60蚊有3件喎，一件有4罐喎，即係3件就有12罐喎。咁有呢兩隻啤酒啦，全部都做緊特價。咁如果想平啲嘅，可以買一個12罐裝嘅啦，就青島啤酒啦，就做緊45蚊嘅。隔離呢個啦，12罐裝嘅啦，仲有75蚊嘅。煎隻蛋可以買呢隻喎，而家做緊特價喎。呢隻午餐肉啦，高雲黑毛豬午餐肉啦，仲有45蚊兩件喎。圍起上嚟咧22.5一件喎，抵食啊！咁金魚線海島片嗰啲咧，就呢幾隻款，包汁包蠔油啦。全部都做緊43蚊一件嘅。平時喺屋企忽然間諗起想食嘢喎，買翻幾包凍食喺度啦。呢個做緊特價啦，番茄肉醬意粉啦，就做緊50蚊3包嘅。另外仲有一隻呢隻意粉都係做緊50蚊3包，蘑菇意粉都係嘅。咁我擠定啲糧食喺雪櫃，到時趁熱攞出嚟食啦，都好方便啫。呢個玉米片啦，做緊特價，有埋奶，有埋一包玉米片啦，2包玉米片啦，咁做緊58蚊。淘寶點心做緊特價，就52蚊4包嘅，咁平均13蚊一包。個日期又去到呢個日期。夏威夷薄餅做緊特價啦，就55蚊一個嘅。有呢隻紅腸味啊、菠蘿味啊，有隻番茄味啊，全部都做緊55蚊一件嘅，55蚊一件嘅呢3隻。
馬龍參年類產品每50蚊啦，就送價值26個半嘅一杯辛辣魚，同埋一樽可樂1.25公升嘅，仲有薯片，卡樂 B 薯片25g嘅，就呢隻薯片25g嘅，有呢杯麵，有可樂呢隻，有純清雞湯餸啦，有午餐肉啦，仲有呢隻麵條餸啦，傻到卡。豆豉鯪魚做緊65蚊3罐啊，平均21個7嘅，咁就有雞精餸啦，雞湯餸嘅。另外牛油果啊，做緊26蚊4個，平均6個半一個嘅。有陣時想食下嘢啦，咁我哋都可以食下雪芳蛋糕啦，呢隻沙梨朱古力雪芳蛋糕啦。就做緊特價60蚊2件嘅，有朱古力味，仲有隻提子味，都係60蚊2件，咁我放喺雪櫃啦，肚餓隨時攞嚟食嘅。分啦，仲有69蚊1 pack 嘅沐浴露嚟嘅，1 pack 有2件啦，加支細細支嘅。呢個藝飛蘋果而家做緊特價啦。有6個半有4個嘅，咁平均就6.3一個。行下啦，到呢度啦，凍肉部啦，我哋發現啲虎蝦仲有特價喎，呢度加支小虎蝦啦，啲蝦都幾大隻，仲有88蚊2盒，平均44蚊一盒喎，抵買喎。呢度個美國樹魚扒啦，就做緊88蚊1件嘅，原價就118嘅。啲番茄而家都做緊特價9.93個。廣州酒家嘅開口叉燒包啦，仲有9.9嘅，原價18蚊嘅，呢隻款嚟。想食紫菜啊？最抵都係9.9喎，1件喎。加日雪糕啦，仲有98蚊2件嘅。98蚊2件。另外都有啲童年回憶嘅嘢賣喎，就係龍鬚糖喎。咁個價錢就34蚊2包啦。我睇睇啊，有以前嘅即係香港嘅舊景喺度啦，唔同款式啦，仲有啲懷舊嘅山楂餅啦，就賣緊9蚊1件嘅。呢隻24小時抗菌嘅啦，嗰個結啦，就做緊89.82件嘅。隔離呢隻啊，都係做緊89.82件嘅。咁仲有呢隻啊，1件嘅高露潔產品嘅，咁做緊44蚊1件。另外朗口水嗰啲啊，都係做緊68.8支嘅。咁如果買滿199蚊啦，就送以下產品啦，去到6月26日至7月9日，送呢隻贈品洗衣珠啦、紙巾啦，送廁紙啦1條啦。
大家好，鍾意呢條片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